再来看行政院扩大公共运输的补贴，3档要投入200亿的经费来补助地方政府推出通勤月票。7月1日就要开始咯。今仔早起，交通部长王国材嘛去代替中立站甲各道客运站视察。通勤上下班的人，每个月拢会开袂少伫坐车，为了减轻通勤族的负担，行政院扩大公共运输补贴的计划，投入3年200亿的经费，甲地方合作。 规划真优惠的 T-Pass 通勤月票，一张基800套通勤月票只要12块，会当坐火车、公路客运、捷运甲市区的公车等等。部分的民众是感觉算会好，感觉很划算。因为一趟自强号就要132块。对我来说很好，因为我是在台北工作的人，所以每天这样搭就省很多钱。那这样可以省多少？你觉得？大概快省1000块吧，每天来回都100多啊。 T-Pass 通勤月票已经伫15开始卖啊，按算7月7日正式实施。交通部长王国材去代替中立站、甲各道客运站视察整备的情形，嘛讲到桃园去湘北通勤的人，逐工会有67万人次，差不多有20%是坐公共运输，其中代替占6万人次，客运占7万人次，拢总是13万人次。我们也期待说13万搭公共运输运具的人，未来可以充分使用我们这个1200的 T-Pass。 那另外50几万在开车的，也可以考虑转到 T-Pass 来一方面可以节省通勤费用，也节能减碳。交通部表示，代替各道客运、公路客运买 T-Pass 月票，甲相关的通路、出入车站的动线，也有指引的标示，拢已经完成。嘛特别要求旅客运量特别大的代替中立站、甲桃园站做压力的测试，包括临时状况应变的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看总统。